我呢條頻道係一條冇流量嘅頻道啊，製作唔容易。如果大家睇到最後，不妨俾個讚好我，留言同分享呢條片出去，我就感激不盡啦。喺一個群山環抱、雲霧遙曉嘅小村莊裏邊，住咗一名叫阿成嘅少年。阿成生得濃眉大眼，體格健壯，喺村裏邊一個出名嘅勤快人啊！邊一家屋頂漏水，邊家嘅農活做不過嚟，只要需要幫手，佢總係第一個捲起袖衝上前嘅人。但係阿成有一個致命嘅缺點，佢嘅個性就好似夏日嘅雷雨，話變就變。佢極易暴躁啊！平日遇到一啲少少嘅唔如意呢，就會激氣到雙眼通紅，鬧人把聲就大到好似震落樹上嘅枯葉一樣。村裏邊嘅長輩成日搖頭嘆息，阿成呢個好孩子心裏邊係好，但係脾氣太過暴躁啦，早晚會燒到自己啊！有一日，阿成因為田間灌溉嘅小事同鄰村嘅壯丁起咗激烈嘅爭執，佢自覺受咗委屈，企喺田間上邊破口大罵，直罵到口乾舌燥，胸口發悶。佢嗰晚返到屋企，突然之間感覺到胸口有一股灼熱嘅氣流亂鼠，隨即爆發咗一陣劇烈嘅咳嗽。佢用手撳住個口，竟然喺月光之下見到掌心出現咗觸目驚心嘅鮮紅，佢吐血啊！喺嗰次之後，阿成嘅身體每況愈下，咳嗽聲喺深夜顯得額外凄涼，胸口隱隱作痛。佢喺鏡中睇住自己日益憔悴嘅面容，心中更加焦躁不安，成日對住照顧佢嘅母親發火，氣憤命運點解對我咁唔公平。然而越係憤怒，佢嘅病情就越發沉重。村裏邊嘅郎中開咗幾副藥俾佢，都效果只係好微。有一次昏沉嘅午睡裏邊，阿成腦海中忽然浮現咗1年前嘅一幕。嗰日佢喺深山斬茶，遇到一個坐藥嘅老先生。老先生當時不慎滑落田溝，阿成熱心將佢扶翻起嚟，並幫佢尋找一種長得尖刺綠葉、開着紫紅小花嘅草藥。老先生臨走前曾同佢講：呢個小蟻草係補啊，若遇到咳嗽、吐血嘅症狀，佢係一種救命嘅良藥啊！想到呢度，阿成彷彿揾到一個救命嘅稻草啊！佢顧唔到身體嘅虛弱，隨意收拾咗乾糧，就踏上尋找老先生嘅道路。翻過3座山，跨過2條河，佢終於喺一個幽靜嘅草廬裏邊揾到呢位學法童顏嘅老先生。老先生見到阿成，先係驚訝，隨即輕輕嘆咗口氣。佢示意阿成坐低，指尖搭喺阿成跳動急速嘅脈搏上邊。等咗一陣老先生轉身從藥櫃裏邊攞出幾包曬乾咗嘅草藥。呢啲就係當時阿成幫老先生採摘嘅小蟻草。落去啦，呢啲係小蟻草。老先生語氣平和就講啦：翻去用水煎服，連飲幾日，你嘅血就能夠止住，咳嗽都可以痊愈噶啦。阿成接過幾包藥，心中雖然感激，但積壓已久嘅怨氣已經忍唔住啦。老先生，我而家先至18歲，平日勤勞助人，從不偷懶，點解老天咁唔公平？喺我呢個小小嘅年紀就染上呢種重病。老先生睇住佢呢張因為憤怒而扭曲嘅面，語重心長就同佢講啦：孩子，呢個病唔可以怪老天，怪就怪你嘅心火。中醫有云：肝主怒。你嘅脾氣咁暴躁，少少事就大發雷霆，呢個就係打動肝火。肝火一旦過旺，就會沿住經絡橫衝直撞，傷及肺臟。藥能夠醫好你嘅身，但係醫唔好你嘅心。
阿成聽到之後呆住咗，過咗一陣間先至慢慢講：哦，原來人哋講係炸料肺，竟然係真嘅。我以為呢句說話係誇張嘅說話，我冇想到我呢個病竟然係自己激氣激出嚟噶。老先生點一點頭，微笑咁樣拍拍佢嘅臂膀，就話啦：病喺皮肉容易治，根係性情難醫啊。若唔戒掉你呢種焦慮嘅脾氣，就算飲幾多小蟻湯，都只係治標唔治本嘅啫。阿成羞愧咁樣低下頭，向老先生深深鞠咗個躬，帶住幾包草藥踏上歸途。返到村裏邊，佢每日定時煎服小蟻湯，苦澀嘅藥汁入口，但係佢覺得心中平添咗幾份清涼。更重要嘅係阿成開始修身養性。每當佢想發火嗰時，佢就想起老先生嘅說話，想起吐血嘅教訓，隨即深呼吸幾口，強迫自己安靜落嚟。佢開始學習用溫和嘅語氣同人溝通。如果有人誤解佢呢，佢亦係一笑置之，唔再爭個面紅耳赤。果然不到半個月，阿成嘅咳嗽止住咗啦，面色更加恢復紅潤。佢驚奇地發現當佢收斂咗脾氣，不僅身體轉好，連村裏邊嘅鄰居更顯得親近佢。從此嗰個勤勞熱情嘅少年又再翻嚟啦，只係現在少咗一份暴戾，多咗一份沉穩。佢依舊喺山間行走，遇到需要幫助嘅人，佢會伸出援手；而佢喺部落裏邊，總係會備住一啲小蟻草，既為救人，亦要提醒自己心平氣和，先至係長壽同健康嘅良方。